就是话，你嘛都得阿维里斯些个比别不服浪哦。都是听见，我们国里国家面貌美语说啥都罗在可点么多，都是呢，么国么国，天气天下都比阿里斯，咱们这地方势力么多。都是啥？巴基斯坦国家面是那是那点么不多，就嘛嘿，我们出头嘿，嘛吃比他么多，都是在这是别不服了哦。我们国里国家面貌美语说啥都罗在可点么多，我们国里国家嘛，我在我们学的嘛，这个在说嘛，都是都这边很些米，特别是米以那么别个面貌美语说啥么罗在吃下国家，可动我比面貌国家米或者是 AGC 国比。是我咯 ，EPS 之国，国里国家，缅甸米意思不得，跨马国，我们国里国家比米意思一不可动我比别的咯，国里跨马国米，你这里话嘛 ，EPS 到头国，可话里说，你们很多罗得查普表示，或者动我比是我咯，那不提的普的呢，此哈嘛这个呢比，你这是你过去，我在外面学的国，你都讲下的这个咯，那么你普的普的。呢，此哈嘛，啥次呢比这地哈嘛，啥年过去都是都这比，就在说嘛过，我都穷下狗肉，那把啥不的不得米，你想嘛过，米一手提多零下啥次都有的，此哈嘛，此年比这地哈嘛，啥年过，或者都我比。是我咯，么鬼么过天一天也都别的是咱们这地方势力嘛多，么鬼么能苦卡过天一天也别的是咱们这地方势力嘛俺路比，也就是这个比是我咯，啊都别两嘛呢，过哈嘛呢这是呢木路体质的俺路比别的咯，势力是咱们这呢一次至少可就嘛俺路比别的咯，一年也都别拉扯，你过过一天有的，天嘛五年势力嘛俺路比别的咯，一年那是就算命。阿鲁比不得咯，阿都等年一家手做比，阿都是做错卡手阿只手里，其实体质一个国是达里嘛阿鲁比。别的咯，手里所在的在等年一家手做里，么国内这些国，和格嘛阿鲁比是我咯，巴基斯坦国家面是那是那点嘛不多，就嘛嘿，我们出多嘿嘛吃，比他嘛多，巴基斯坦国巴加么国面是那是那点嘛不多，就嘛嘿，我们出多嘿，但空哈嘛你这些年国比，吃哈嘛提年国去，比他多我比是我咯，巴基斯坦国老粗阿面点嘛巴加么国那是那是啥些。我们许多马次点嘛阿罗比，巴加木瓜嘛那次马巴布里别的咯，那是高里头阿克特大嘛，面是那是他妈呢，面是斯拉嘛，其他嘛面比查拉嘛特律是格拉嘛阿罗，马什嘛来拍过比，这和那嘛过比，特律只点嘛阿罗比是我咯，我里嘛不读那是的，一不嘛这里那嘛别个，就嘛希的比他嘛阿罗，我里边爱米就嘛希的拉那嘛吃哈嘛年过比，普通。我比别的咯，那是嘛只拉那么别个，爱米一季过嘛事事不离，别嘛格拉嘛的，爱米出那么别的咯。那是个电视一阵在播，就是这个项目啊。